大家好，我係金牌設計黃生。今次第二個單位已經收樓啦。咁喺朗天苑第二個單位，我哋都進行咗驗樓。咁發覺地板嘅泥水盪平嘅時候，都發現咗一啲空鼓嘅地方，同埋大門都有啲花啊裂嘅地方。咁窗嘅地方就有啲過緊啦，窗角同埋窗嘅外邊都會有啲油漆跡，所以都要通知管理處將外邊嘅油漆清理乾淨。咁同時間我哋都同客戶先隔咗個平面圖先，因為平面佈局圖係好重要嘅。咁我哋定咗個佈局之後，先可以隔到水電嘅位置。因為如果個佈局有改動嘅話，隔嘅水電之後都會有改動，就比較難改㗎喇。咁我哋會喺現場 mark 返床嘅位置喺邊度啦，書枱嘅位置喺邊啦。咁我哋因應嘅位置而加一啲插頭喺書枱嘅地方。咁我哋喺地下都會畫一啲門嘅地方啊，喺邊度出入啊， TV 櫃喺邊度啊。咁我哋就要做返啲插頭啊、天線俾佢啦。咁冷氣擺喺邊個位置啦？咁可以睇到梳化同埋書架嘅位置啊、餐台啊、冷氣放喺邊個位啊？咁呢啲佈局全部都要定返現場同個客人再定嘅。咁廚房呢度可以睇到洗衣機啊、電磁爐嘅位置啊。